你有冇試過？當你介紹產品到關鍵時刻，客人突然間深呼吸一下，你可能就會諗佢係咪準備落單，定其實佢準備揾藉口走呢？嗱，如果你懂得解讀呢一個細微嘅動作，就可以即時掌握成交嘅時機。心理學嘅研究發現，當人即將做出呢個重要決定時，身體會自然產生微妙嘅變化，而深呼吸就係其中一個典型嘅表現。當客人準備落單嘅時候佢可能會深呼吸，因為內心需要確認自己作出嘅決定。但同樣地啦，當客人準備拒絕或者揾藉口離開嘅時候佢亦都可能會深呼吸，因為佢需要調整內心嘅壓力，準備開口拒絕。咁所以啦，關鍵唔係深呼吸嘅本身，而係睇埋配合嘅動作。如果客人深呼吸之後，眼神依然專注，甚至點頭回應你嘅話呢個時候你應該馬上推進成交。例如可以話咁，不如我哋直接安排啦。但如果客人深呼吸之後身體向後縮，然後雙手交叉嘅話呢個時候你又千祈唔好逼單啦，應該先拆解佢嘅猶豫。例如話啦，我見你好似有啲嘢考慮緊，係咪有啲問題未解決啦？令客人覺得你真係關心佢嘅諗法，而唔係單純想賣嘢咁簡單啦。深呼吸係潛意識對決策壓力嘅自然反應。當你懂得讀懂呢個細微嘅信號嘅時候，就可以更加準確咁判斷客人真正嘅諗法，提交成交嘅機會。我係 Jack Chan， 一個會教你使用唔同嘅暗黑心理學技巧，令你嘅銷售工作變得更 easy。試下用，留言話我知。